陣間嗰個訪問咧，我就想問下佢呢個計劃嘅目的啊、性質或者係進行嘅情形係點？有冇決定喺邊度拍啊？有啦。次官間房幾好，就咁啊！Lisa 坐次官對面咧。卡士問題我諗我唔會問啦，因為太多啊嘛。就算講得晒，啲觀眾都未必記得清楚；講唔晒又好似唔係幾好啦。我同意你睇法，不如問下佢點解叫新銳劇場好過啦。冇問題啊。好咗。劉天賜訪問一啲噶。次官啊，嗱好多問題我都想問你嘅，不如逐樣逐樣嚟啦。首先我係想你講俾我哋聽，點解呢個劇場會叫做新銳劇場？其實有好多名可以用啊，譬如實驗劇場啊、單元劇場啊，甚至百花齊放劇場都得㗎。點解你會用新銳呢個名？用呢個名咧就好正話你講咧，我哋考慮過好多個名㗎啦。咁收尾我哋都係覺得新銳兩個字咧比較貼切啲。因為第一咧，我哋用嘅導演咧就比較新啲，有啲咧係我哋從來未拍過戲嘅導演都有，即係佢而家做緊助理編導啊，或者製作統籌嘅。咁佢哋新啊嘛。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佢嘅題材咧都係比較新，比較尖鋭啲。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諗下，不如新銳啦，咁就用咗呢個名。咁你頭先話題材方面都希望可以新一啲啦。咁有啲乜嘢題材有冇限制咁咧？題材咧就完全冇限制嘅。就我哋嘅目的咧，就想發揮到呢啲導演佢嘅理想同埋佢哋想喜愛拍嘅嘢。Lisa 半身，跟緊個次官半身。咁個故事嘅內容方面，個劇本嘅構思係個導演自己嘅，抑或係個編劇嗰個已經有咗個故仔，然後交俾呢個導演拍咁樣咧？呢種劇咧就一定要個導演自己喜愛同埋佢自己發自內心嘅題材嘅。咁咧就唔係話個監製或者我哋啊，或者係編劇咧就俾咗個意思佢等佢拍嘅。咁佢哋咧完全咧就要根據佢以前嘅經驗啊，佢睇過嘅戲啊，或者佢睇過嘅書啊，或者佢接觸過嘅事物，佢覺得有呢種感情，咁借呢個製作咧就發揮出嚟。咁譬如佢或者導演有啲好新嘅思想，或者有一啲嘢唔可以拍出街嘅，咁有冇一組人即係嚟睇過佢嘅故事先嘅咧？咁我哋咧就有個策劃小組咧，都係每個禮拜就輪流嚟聽佢哋嘅故事嘅。做傻啦，壞壞地。一於係咁話。次官，照你頭先所講啦，咁導演咧多數都係一啲新嘅啦。咁你有冇試過聽到有一啲演員啊，或者嚟向你投訴，譬如呢批導演好新啊，或者佢工作嘅經驗唔夠啊，阻止咗我哋工作嘅進展啊？譬如原本係要拍1日嘅，而家拍到3日啊？有冇咁嘅情形出現咧？拍咗咁多集咧，我未聽過。主要咧就因為我哋選擇呢啲導演嘅時候咧，係經過監製嘅推薦嘅，即係個提名人。咁呢個提名人咧就負責晒一切佢嘅組織啊、計劃啊嘅，或者係俾一啲意見佢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派上嚟咧就比較有計劃啲。好啦，問題啊問得七七八八啦。仲有一樣嘢我都好想問下佢嘅喎。呢一張就係新銳劇場嘅海報啦。咁我睇睇啲劇名咧都好得意嘅喎。嗱，例如有經理後生、未嘗不可老天真，呢套叫做花街總司令。咁我覺得啲名咧就好得意喎，又好趣怪，係咪又係為咗配合呢個新銳劇場而改呢啲咁得意嘅名字咧？咁啊係啊，以前咧就拍電影咧就最中意用唐詩啦，醉臥沙場君莫笑啊咁樣啦。咁而後來咧又中意用兩個字啊，兩字真言啊嘛，嗰時叫做又天虹啊，又家變啊，又狂潮啊咁樣。咁而家我哋諗下咧，呢啲風氣咧可能過去咗噶咯喎，咁要諗一啲咧就係貼切啲題材嘅，就比較新，又唔能話新潮，即係新穎一啲嘅名咧，咁就更加咧使到嗰個劇咧生猛啲。咁所以我哋咧改啲名咧就係比較睇上嚟咧係口語化、日常時間會用嘅名咧嚟到做呢啲劇名。咁即係總括嚟講咧，呢個新銳劇場無論係導演啊、題材啊，甚至劇名咧，都係好有新意嘅。咁作為一個觀眾咧，我諗我哋都好渴望快啲見到呢一啲咁新鮮嘅劇場咧，係俾啲觀眾睇。好啊！有機會咧，亦都報道一啲消息俾大家知道先。
為咗促進校外活動同埋提高教育質素，香港教育處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聯合主辦咗一個中學教育嘅課外活動研討會，喺3月30同埋31號喺葛量洪教育學院裏面舉行。會上各教育界專業人士就宣讀論文，發表佢哋對促進校外活動嘅意見。喺舉行茶會嘅時候，仲放映校際課餘活動推廣設計獎同埋永安青年通訊站嘅片段，使到研討會嘅內容更加豐富同埋全面。係啦，咁啊，同時咧有朋友咧寫信嚟問到咧，今日財經嘅節目啊係點樣製作，同埋點樣可以攞到咁快嘅資料嘅咧？咁樣，今日財經嘅主要特點喺邊度咧？今日財經呢個節目咧，就除咗係有一般嘅金融報價之外咧，我覺得佢嘅特點咧就係有一個好詳盡嘅財經新聞報導。咁呢個財經新聞報導主要咧就係帶俾市民知道咧係更多嘅有關於佢哋經濟啊，同埋有關於喺佢哋周圍環境嘅財經新聞嘅。咁啊，尤其是好似係反映下咧政府方面嘅政策，究竟會點樣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同埋就係對於佢哋個投資啊或者個經濟嘅活動方面個影響係幾大。咁你哋嘅人手同埋設備情況係點樣嘅？我哋係可以話係24小時咧係有人當班嘅。咁就當然啦，深夜嘅同事咧就係負責國際方面嘅財經消息。咁而日頭我哋係有2個人嘅，咁係負責翻本地嘅財經新聞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一啲嘅財經傳視嘅儀器，咁可以馬上睇到金融市場嗰個變動情況，咁馬上可以係作出咗反應，就去查詢有關於呢啲變動嘅情況，對於市民嘅經濟啊或者係個影響會有幾大。咁究竟你哋嘅資料搜集方法同埋一般嘅新聞採訪，究竟有咩分別咧？事實上，財經新聞係新聞嘅一種嚟嘅，咁只不過咧，我覺得係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普通嘅新聞佢兼顧嘅有好多類型嘅新聞，咁而財經新聞咧係比較專門啲，就係咧財經方面嘅經濟消息，咁就裏邊會有啲特別嘅專訪啦，譬如訪問下啲銀行家、工業家。政府嘅譬如話證券監理專員啊，咁能夠反映出咧就究竟而家個市面嘅情況係點樣樣，究竟市民嘅生活啊，同埋佢個經濟個水準啊、生活嘅水準啊，各方面嘅情況，希望能夠反映到俾市民知。啊，好清楚，好多謝晒你，多謝。一直都以為呢個節目咧，只係嗰啲做生意嘅人士先睇嘅啫。但係最近先發覺咧，原來佢又可以教你點樣先至可以將你嘅金錢係運用得適當。好多嘢知道㗎。點啊？你出去一陣攞啲咩翻嚟？冇，我咧就攞咗2張唱片，就預備送俾啲觀眾。但係希望佢哋係答中問題先至可以攞嘅。答到咩問題咧？不如就問下頭先炮子彈嘅主題曲係邊個唱嘅咧？好嗎？你2張唱片啊嘛，咁不如諗多題啦，好嘛？你話？正話你又訪問阿劉天賜啊，咁啊講到係乜劇場咧，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刻寫信俾我哋。咁啊來信辦法好簡單嘅啫，喺信封面咧就寄九龍郵箱70100號 K100收啦，信封底咧寫明每週1聲，咁然後咧就將你自己嘅通訊辦法寫清楚啦，姓名啊、地址啊、你嘅身份證號碼等等。不過有樣嘢好緊要咧，就係每個人咧就限差一題嘅啫。咁相信各位都好清楚啦。我哋一陣見啦。Lisa，你對香港小姐選舉你有咩睇法？我覺得呢個選舉咧就係好多少女嘅一個轉捩點。無論佢當選或者落選都好啦，佢都有機會去發揮自己，等人哋都認識佢。以往舉行嘅10屆嚟講，都有例子可尋啦。好似曾慶瑜啊、趙雅芝啊咁啦。仲有最近翁美玲啦。翁美玲就比較幸運啲。就不如我哋又睇睇港姐寇鴻平啊，佢對過去1年嘅感受係點樣啦？問我呢1年做港姐嘅心情，呢1年呢過得好開心同埋好充實啊！喺呢1年嚟，我諗我自己最大嘅轉變呢，就係變得更加成熟。未選港姐之前呢，年紀就比較細啲啦，經驗又淺，性格就比較任性。但係做咗港姐之後，要負起親善大使嘅責任，處處唔可以淨係諗住自己，仲要顧及香港小姐嘅形象。無形中就訓練到自己更加有責任感，關心周圍，同埋了解到點樣同人哋溝通。除咗變得更加成熟之外，我最開心呢就係我好鍾意我而家呢一份電視台嘅工作。
咁揾到一份自己咁中意同埋適合嘅工作，係我以前諗都未諗過㗎。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先至會有投入感同埋滿足感啊嘛。呢啲機會都係因為我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所以我認為香港小姐競選其實真係唔單止喺舞台上燦爛嗰一刻，而係日後好多機會同埋經驗嘅開始。成敗仲係其次，經驗呢係最令人難忘㗎。咁我哋睇完港姐啦，不如又講下你自己啊。過去一年你又過成點啊？冇啊，我冇諗過，因為我忙到根本都冇時間去諗。冇時間去諗。你知唔知呢幾日假期嚟㗎？係咯，我哋今日都翻工啊。係咯，應該放下假諗一諗啫，係嘛？即係譬如下個禮拜一，下個禮拜係咩啊？兒童節咯喎。啊，講起兒童節咧，我就諗起我哋有舉辦一個邊個最似小雲嘅比賽。係啊，呢一個由星期日早晨主辦嘅邊個最似小雲比賽咧，就喺呢一個星期四舉行咗初賽。咁參加嘅小朋友有200幾位。公司嘅大堂咧，突然間坐滿晒小雲喎。啲細路女又唱歌又做動作，有啲仲扮小雲講説話添。喺初賽裏邊咧，已經選出咗15位進入總決賽。喺聽日早上7點開始嘅星期日早晨節目就可以睇到噶啦。我哋咧仲特別喺今晚嘅自成一格節目之後咧，播映比較詳細嘅初賽情況，請各位留意啦。哇！今日咧就林嘉華生日，我哋 K18咧特別為你慶祝嘅。多謝晒，咁知風聲嘅。嘉華喺呢度咧就恭喜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多謝陳敏儀啊！恭喜恭喜！我知道你今年咧就係計劃賺錢嘅。我諗個個都係咁諗㗎啦。希望你今年就賺多啲。但係啲老伯伯都係咁恭祝嘅，恭祝佢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我俾你都即係當我係老伯伯。長壽啊！好，多謝。到我啦，咁英文咧啲人會話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咁啊即係咧希望年年咧都好似有今日咁開心。大家都咁話啦。好啦，不如咁啦，一齊食蛋糕。好嘛，最好呢樣。多謝晒。好，嚟，我哋分一分先啊。首先恭你嘅係啦。多謝。我哋呢度啦嚇。由聽日開始咧，1連7日，我就將會喺 K18嘅通訊站同大家見面，講俾大家聽我自己最喜歡嘅係乜嘢。好，到時見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又再見啦喎。好，拜拜。嚟食蛋糕。